在我们疫情最严重的时候，那我想我们美国的朋友展现了他们的真性情，把这么珍贵的疫苗250万剂莫德纳的疫苗今天送抵台湾，我们非常的感动与感谢。那我相信呢，这些疫苗对我们整疫情的控制或未来的一个台湾的疫情的一个好的发展都有一个好的正面的作用。那在这里我只能说我非常的感谢，我心怀满满的感谢。然后看到这批疫苗下飞机，我心里非常的感动。美国在台协会非常开心看到250万剂莫德纳疫苗顺利抵达台湾，这是美国政府赠给台湾人民的疫苗。我们原本宣布捐赠75万剂，很高兴能够再加码175剂。这批疫苗体现了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台湾是民主大家的家庭的一份子，也是美国重要的经济和安全合作伙伴，更是美国真正的朋友。同心协力，共同对抗这次疫情，同时也展现身为世界上一股良善力量的承诺。这是美台关系真朋友真进展。谢谢。